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很欢喜的来到神的家中来敬拜神，请大家尽量往前就坐，前面很凉哦，前面比后面凉哦，请往前坐。鼓励大家把手机关静音或关机或飞行，让我们有美好的聚会品质。谢谢大家。On how I will praise him, I'm not holding back. Move out of my way, 'cause I am here to lift his name and bring a sacrifice of praise, for he's been so good to me. Family, say it, if God has been good, come on.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首先，我们先用你的微笑看看你旁边的人，跟他说：“圣灵来风真凉啊！”圣灵来风真凉啊！感谢主，让我们即便天气炎热，即便我们里面有一些的闷热，但是我们深信圣灵来到我们当中，必会让我们亲近自然凉，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。阿们吗？阿们，阿们。我邀请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站立在上帝的面前。我邀请每一个人，我们张开我们的双手，我们一起用一些的时间，我们安静我们自己，让圣灵这个时候就运行在我们当中，来对我们的心说话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们安静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向神来祷告。求上帝帮助我们，敞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在今天领受圣灵，领受更多神的话语，并且领受从神而来那医治的恩典与祝福。
我们用一些的时间，我们开口来向神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！西呀嘞呀啦啦，基耶嘞嘞嘞，索呀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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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嘞嘞修呀啦巴啦啦啦，库啊啦啦啦啦。主啊，我们欢迎你。主啊，我们愿意更多的亲近你，主啊，求你来触摸我们的心，主啊，你让我们在今天能够再一次让你来对我们的生命说话，主啊，我们的生命要再一次经历那丰盛的应许，那丰盛的恩典要在我们的生命彰显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哈利路亚。主圣灵，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。主啊，我们知道神你爱我们，主啊，所以我们在今天早晨，我们要用我们的热情，用我们的歌声，用我们的舞蹈来敬拜赞美你。主啊，求你悦纳我们一切的献上。主啊，求你敞开我们的心，求你圣灵亲自对我们说话。而当你对我们的说话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要再一次开始来翻转，开始来动摇，是因为神啊，你的信心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你的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要看见那神迹奇事必要彰显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好不好？在这时候，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再一次向上帝来告白我们的信仰。请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十字架，受死，埋葬，降在阴间。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的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我们再一次转向旁边人，跟他说：让我们喜乐来赞美我们的神，让我们喜乐来赞美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！上帝是我们的帮助，阿们。上帝是我们的天父，阿们。那今天早晨我们能够呼吸，能够一起来到这里赞美，一切都值得感谢。让我们一起向神献上赞美祭，哈利路亚！赞美主圣名，赞美主圣名，你名在全地何其美！你
的上帝，他是赐我们喜乐的神，也是赐我们平安的神。上帝创造了全世界，宇宙万物所有的受造物都要一起来赞美他。我们的神也是爱我们的神，一切的尊贵、荣耀、权柄、能力、圣洁都归给他。那么今天早晨，我们一起用我们的心来向神来敬拜，哈利路亚。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，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，张开双手，万物的帮助，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。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，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，张开双手，万物的帮助，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。神殿充满荣耀，万民敬拜全能的神，我们尊崇你，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。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，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，张开双手，万物的帮助，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。我们一起举手来敬拜。
一同来祷告。我们特别要为着我们现在幸福小组这个启发幸福来祷告，我们为着每一个 best 来祷告。当他们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，他们透过这个影片的信息，我们相信圣灵要触摸他们的生命。阿们吗？阿们。哇，这时候我们两个人，我们一起来 RPG， 我们的代求就为着启发幸福每一个 best 来祷告。好，我们找到你的伙伴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凭着信心，带着喜乐宣告，一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我们相信神啊，你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我们知道，主啊，我们要大声赞美你。主啊，你也让我们能够在今天早晨，我们开口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创造，让我们能够用肢体来服侍你，用歌声来歌唱你。主啊，我们也求上帝，你特别看顾在我们启发幸福小组里面。主啊，我们相信神啊，这是你所赏赐给我们最佳的传福音工具。主，我们就透过这样的启发课程，我们相信更多的人要来接触这份信仰，要来领受这一份从耶稣的爱所带给我们的祝福。主啊，就求你帮助，让每一个来到我们当中的 best， 主啊，你敞开他们的心，你敞开他们的灵，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耶稣基督你对他们的爱，主啊，他们就能够敞开，并且愿意接受这一份信仰，愿意接受耶稣的爱成为他生命中的唯一。主啊，我们也求圣灵，你祝福在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、每一个同工的身上。主啊，当我们服侍你，主啊，求你亲自来服侍我们。主啊，你让我们的身心灵都更加的健壮，因为我们服侍你，我们就要带着我们健康的身体来服侍你。主啊，你帮助赐给我们智慧，赐给我们信心，赐给我们对传福音的热情与勇气。主啊，当我们传福音，当我们邀请新朋友来的时候，主啊，你让我们的口被圣灵充满，你让我们的那一个的勇气是带着从神而来的信心而行。主啊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！我们祷告完的人，一起高举你的手来敬拜。
献给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！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必带来神迹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我们转向你旁边的人，跟他说：你的敬拜与赞美非常的卓越。弟兄姐妹，大家请坐。攻读圣经，圣经记载在罗马书10章9到11节，14到18节。罗马书10章9到11节，14到18节，我们一起来攻读，请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，就可以称义；口里承认，就可以得救。经上说，凡信他的人，必不至于羞愧。然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若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如经上所记，报福音、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！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，因为以赛亚说：“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”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但我说，人没有听见吗？诚然听见了，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，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。圣经攻读到此。愿圣灵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他话语中的奇妙。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。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们来到这工地教会。在以色列人呢，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，在那个旷野的地方是非常非常炎热的。白天呢，那是炎热到但是呢，神就给他们云柱。你们今天来的时候，太阳有没有超大的？还是还好？还好。但是在这里面，你如果有那个小电风扇的话，你尽管拿出来吹啊，你吹自己的，旁边也给他吹一下啊，分享一下。好，感谢主，让我们今天呢可以透过神的话语，让我们能够来领受。那虽然天气热，但是呢，圣灵进来呢，我们心里面就有凉风。阿们。感谢主哈。那在牧师要讲到之前呢，我要请我们的彩提执事，他自己是怎么样来得着这位神的爱在他里面，好吗？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彩提。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。好，这礼拜就是我们启发3.0幸福小组的开始。我就想到当初我在2020年11月的时候，就是透过幸福小组，然后得到受洗成为基督徒。在这个之前呢，也是有人来跟我传福音，有我儿子的同学的妈妈邀请我们参加那个圣诞节的主日，然后我都拒绝他们，我就说我们不是基督徒，所以我们不参加这种活动。就后来米莉老师她邀请我来参加幸福小组，那碍于人情我就参加了。那时候已经是幸福小组快要结束了。我的印象中，我那一天来幸福小组，我感觉到每一个人都非常的亲切热情，然后让我觉得备受尊荣。然后重点是，我觉得诗歌很好听。我没有听过诗歌，我觉得诗歌很好听。那一天回去，我觉得我的人生，我的生命好像被充电一样，充满了喜乐。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说，我觉得基督教好像不错。然后一整天很神奇的是，一整个礼拜，我的心情都充满了喜乐。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，就是一整个礼拜都非常的喜乐，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负面悲观的人，然后也非常的内向怕神。然后我来参加，我觉得很开心。然后所以下一次的那个幸福小组，我也继续参加了。只要结束之后，那时候的福长淑珍福长，他就递了一个受洗单给我。
好，然后他就说，因为他受了神的感动，他把这个受洗单给我，而我也勇敢的接受了。对我来讲，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决定，因为我们两边的家庭都没有人信基督教，所以我就接受这样的福音，然后也继续那个培育课程。当我接受这个培育课程，我就明白这个福音的宝贵，所以我很想要跟我的家人传扬这样福音，因为我知道这个福音就像那个马太福音13章44节所说的，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。所以我希望我爱的家人也可以领受这样的祝福。我努力的跟我的家人来传福音，包括邀请他们参加主日的活动。那夫妻是两人，这圣经说的两人为一体，当然我也要跟我的先生传福音。然后可是他都说他不想要来参加主日，他觉得参加这种他会想睡觉。然后我就邀请他参加旅游布道，大概我有10次邀请，他有9次是拒绝我的，可是我不放弃，我还是在祷告当中。那他参加这个旅游布道，其实他没有感动，然后他都是人眼旁观，没有跟别人互动很少。然后我觉得很失望，有一次我就很急了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难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上天堂，你要在地下轮回吗？然后他听了非常的生气，他就说，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啊，信仰是个人的自由。然后但是我不放弃，我还是持续在祷告当中。结果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，神突然有一个意念给我，他就跟我说，你不是因为幸福小组受洗的吗？难道你不相信幸福小组是圣灵的大能？我想对吼，然后我就跟神祷告说，那神啊，我求你让我的先生可以参加1次幸福小组就好，只要1次就好，因为我相信只要参加1次，我们的生命会有所不一样。结果我就在一次的这个永伟牧区的布道，我就拜托嘉玲附小，我就跟他讲说，可以请那个志豪小组长，然后邀请我先生来幸福小组吗？然后我先生，神垂听我应许我的祷告，他真的就让那个建宏来到幸福小组，然后不但他参加幸福小组，他还接受这样培育课程。我突然就发现，这颗顽石可能会转动哦，好像有机会哦，因为我本来觉得这颗顽石可能不会转动，没有机会。可是我发现他有来参加这个培育课程，在这个成长班结业的时候，在分享的时候，他表白了说他会受洗成为基督徒。那因为他没有跟我讲，所以我是没有预期的心理听到这个时候，我觉得不可置信，然后当场就飙泪爆哭。那是因为我觉得很感动，因为我觉得说神真的应许我的祷告，因着我的信，所以让这个福音能传递给我先生。然后我们夫妻2个人在这个信仰上面，我们有更多的转变，然后有更多的话题可以讲，共同的在服侍神的事工上面。在上礼拜的这个复活节主日，我的先生也带着我婆婆来到参加主日。我相信神要亲自的动工，要祝福在我的家庭里。所以我要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传福音，不要害怕，因为有可能某个人就因你而得福。感谢主，我的分享到此，谢谢。这真是一个神迹，因为在一个不可能的家庭里边，因着一个果实，而这个果实呢，也透过我们弟兄姐妹愿意把这个好消息来告诉我们的彩提，以至于呢，他就有机会听见。所以呢，这是一个得福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神迹在我们当中。所以呢，上个礼拜呢，我们也看到建宏呢，他就带着他的母亲来到教会，而今天第1场，他的妈妈也有来聚会，所以这整个家族呢，当顽石一滚动之后呢，
哇，青苔去除了之后，整个家都被这个福分恩宠来充满。所以呢，我们也宣告彩提呢，她的家族、她的家庭都要一个一个成为神蒙恩的儿女，阿们。所以，也因着彩提呢，她透过听见了这个福音，那她因为她来到幸福小组，所以她先听见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牧师要分享是未曾听见，怎能信呢？我们一起说来。在这个经文里面，你发现他说未曾听见，为什么他这边不说未曾看见？有什么差别？未曾听见，怎能信呢？其实，在这个听见里边，神创造人的耳朵，不是为了听声音，不是只是生理功能。神创造人的耳朵，乃是一个关系性的设计。阿们。关系性的设计。也就是有时候呢，我们在看一个东西，好比说像牧师看全部，好，我们呢，你可以转头一下看我们整个的会场。请问你的眼睛看，你要用看的话，你会截取你自己的某一部分想看的那一部分，有没有办法听到看到全部？没有。所以呢，人透过看见，他会去控制，会去掌控。但是呢，人透过听声音呢，透过听声音，你必须要呢把那个声音听进来之后，那个声音呢就流入到你的里面，从你的耳朵的功能进入你的大脑，然后呢转换之后呢进入到你的心。所以呢，上帝创造一个 baby 胎儿，他在母腹当中，他的五官最早形成，你们知道是哪一个感官？就是听觉。听觉，因为神创造人乃是要先听见，所以因为听见，我们就能够产生信心，对神的一个认识。所以信心，一个信仰的开始是从听见开始。所以呢，这个刚刚我们读到，他说信道是从什么来呢？是从听道来的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。所以上帝他设计信仰的一个入口是什么呢？就是从耳朵。神不是要人先看见神，我们常常说，哎呀，我要看见什么，我要看见什么。可是神却偏偏没有设计我们能够看到所有，反而是叫我们因着先听见神，所以呢，听见神来认识神，来相信他。所以牧师就要问了，我们的信心不是凭空产生的哦。一个人会对这一位神开始产生了信任跟认识，不是因为他先看见，而是他先听见。所以我们的听见就可以让一个人产生了信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牧师要问你，极少人他是完完全全都没有听见福音，没有人对他诉说，然后他突然间他决志要受洗。好，这是非常少的例子。多数的人，上帝创造我们耳朵，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听见福音。所以耳朵是为了什么而创造？听见神的声音而创造。所以你看，小 baby 在母腹当中，胎儿他最先接触到的第一个人类是谁？就是妈妈。妈妈讲话的声音，他可以感受到；妈妈对他说话，他可以感受到。所以呢，神透过妈妈成为一个桥梁，来对孩子说话。所以，一个怀孕的，你必须要有一个胎教，那个胎教就是你常常对你肚子里边腹中的胎儿，对他说神的话，因为他要听见的是神的话，不是只有你跟他讲说你好乖，你好帅，不是。你把神的话告诉他，神要祝福你，你是有智慧的，你充满了健康，因为是从神而来的，对你母腹当中的胎儿说话。我记得当我在怀孕亚伦的时候，还没有怀孕的时候，因为我结婚3年都没有怀孕，是那医生说，那可能你大概不孕吧，这样。那我就跟神祷告说，神啊，我要牧养，我如果没有生小孩，没有这个抚养的
经验，那我怎么去感受到为父为母他这一种的辛苦？所以我就跟神说：神，我想要一个孩子，我需要有牧养的经验，我才能够牧养弟兄姐妹，我需要有养育的经验啊。结果呢，祷告了之后，神就给我，就让我怀孕了。是当我怀孕的时候，我就产生了一个信心。那个信心是什么？我跟神说：神啊，这一胎一定是男的。然后我就给他取名。我知道怀孕的时候，我就给他取名叫亚伦。所以呢，我牧师呢，我们的家人都说，你又不晓得，你要等3个月以后，然后你验出来，你才知道男的女的。那你现在叫他亚伦，万一他是女的呢？我就说，我神感动我，他是男的，所以我就叫亚伦。所以当我怀孕开始，我就一直叫亚伦，亚伦，你是神所赏赐。所以我一直对他说话。而且呢，我怀孕的时候呢，我每一天都读箴言给他听，每一天都读箴言哦，箴言这样，然后我都读圣经给他听，读然后我就对他说，因为我说的话太有限了，所以我就讲神的话给他听。是，后来真的是男生好，所以我就一直叫亚。所以当我怀孕呢，当我生产，我是剖腹生产，剖腹生产的时候，然后医生，哇，这个怎么那么壮啊？那么肥胖，哇，要拉出来不容易啊！我都感受到他在拉这个 baby 出来，是。然后呢，小 baby 一出来之后就开始哭，对不对？哭，然后他就哭。我就想说，这个到底胎教有没有效？我就跟医生说，可以叫护理师跟他叫一下亚伦，看他会不会停止哭。然后亚伦，好，亚伦，他就不哭了。那个医师就在我旁边在帮我整理他，胎教有效是，所以呢，这个是一个，所以我就跟在肚子里边，我都跟孩子说话然后后来呢，就有了亚拿。我怀孕之后，我就确定她就是女的，所以呢，我就给她取亚拿这个名字。好，所以呢，她在母腹当中，她就知道她叫亚拿。亲戚的家人都跟我说：“哎呀，那不然我们再取另外一个名字，然后叫看哪一个会中这样。”我说不，他就是亚拿。连周牧师他就觉得，真的吗？就是女生吗？就是男生吗？我说对了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就按着信心这样行的时候，哇，果不其然，她真的是女生。所以呢，亚拿就不断的在牧师的肚。所以后来呢，牧师就想说，2个孩子到长大之后，他们会现身成为牧者，可能是因为胎教的关系因为神的话语不断在他们的里面，是，所以我们有信心认识神，一定要先从听开始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现在的启发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启发就是在开启一个属灵的系统。什么样的系统？我们要让人先听见，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整个我们的科技的一个发达，然后呢，影片还有我们所有的媒体网络这么的发达当中，神他说他的福音要遍传整个地面，然后呢，神的言语呢要传到哪里？地极。如果要靠基督徒一个一步一脚印走到地极去，然后把福音传遍，请问在座的各位，你觉得要传到什么时候？很久，对不对？然而神早就为这个世代预备好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明白，原来神主耶稣他说，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万民呢，我可以接触到的也顶多几千人吧，可是万民怎么可能？谁可以到万民去呢？谁可以去跟万民诉说呢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然而神早就为这个世代预定好了，在这个世代会透过网络的发达，媒体就让神的福音传遍出去，他的言语果真到了地极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在伊朗现在是全世界地下教会、地下基督徒发展最快的地方。但是我们知道伊朗它是伊斯兰教的地方，所以他们如果背教的话，你知道吗？是会抄家灭族的。他们不能够背教，
但是这一些伊朗，他们最近统计出来，伊朗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来信了耶稣。他们怎么信耶稣呢？是因为他们翻墙，所以呢，他们透过一些的网络听见耶稣，他们才知道原来这位耶稣弥赛亚，这一位是真的基督，是可以救他们生命的，跟他们过去所认识的那个神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他感受到从耶稣来的爱，所以所有在伊朗，他们很多很多的年轻人，连学生，他们就期待能够遇见耶稣，因为在他们的生活里边，他们有很多很多的限制跟不自由，所以他们在外在环境不自由，那他们就更需要在心里面有一个自由的盼望。那个自由的盼望就是从神来的平安。所以许许多多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在伊朗，他们信了主，除了他们听网络来听到这些福音的消息之外，还有许多的人梦见耶稣，看见耶稣。阿们吗？这是一个很渴慕神的地方，所以神他会在渴慕的地方，然后产生神的大能。牧师记得我们的亚伦传道还有亚拿，他们呢在澳洲读神学院的时候，澳洲呢他们的神学院2个学期都要派他们到比较偏远的地方去，他们有去巴布亚新几内亚还有斐济，到那里对偏远的地方去向他们传福音。那里有没有医疗？没有。如果你生病了，那你就可能等着截肢，然后呢就等着死亡。他们没有金钱，医疗也不发达。然而很奇妙的是，牧师呢听到亚伦他从斐济打电话回来台湾，他跟我说什么？他说：“妈妈，为什么在这里，在斐济跟台湾不是都同一个神吗？那我在这里，我祷告，那个聋哑的就可以说话，眼瞎的就看见了，跛脚的就可以走路了，而且我为他祷告就那么一下的时间，凭着信心，然后他就成了。可是在我们台湾，为什么祷告那么久都没有神迹发生了？”这是亚伦他从斐济打电话来问我的一个问题。后来牧师就跟神祷告，我说：“是啊，神这个差别在哪里？”圣灵就告诉我，他说在那里他们的环境是贫穷的，他们没有资源，但是他们的心里是渴慕我的，所以我向他们彰显，他们就能够领受。然而在资源发达的地方，每一个人都靠地上的资源，没有真正需要神、渴慕神，所以神就在他们的当中，神的怜悯就临到，他们就病得医治，真实的医治，眼瞎真实的得看见。所以神在我们里面，他有没有期待我们都能够遇见神迹？阿们吗？神期待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他的神迹，这就是天父他对我们要给我们的这一份的礼物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这一次透过启发，然后要让人，你至少给他有一次的机会，就像彩提，他说：“主啊，就这么一次，就一次给我老公，他愿意来幸福小组，就一次好不好？拜托上帝啊！”他就来这么一次。彩提他跟神祷告，哭着求主啊，不能够只有我得救，我的老公在地下轮回，你知道那是多痛苦。所以他的心，他产生了圣灵感动他，你到幸福小组受洗，你的老公也可以接受到幸福小组啊。她的老公真的来了一次的幸福小组，来了一次就成为神永远的儿子。阿们。这个福分进到他家。我们如果早认识这个建宏的，你就知道他个性改变非常非常大，他的生命是完全更新的。他上个礼拜跟牧师说：“牧师，我要带我的妈妈来到教会。”所以呢，我就说：“哇，这非常的好。”所以我就跟他在电话里边，我们2个来 RPG。我还想说他不晓得会不会 RPG， 会不会拒绝我？他说：“好啊。”然后呢，我就说：“那你当导长。”哦，好，我当导长。他说：“哦，我以为牧师你会当导长。好，那我当导长。”牧师说的是
他就当导长，从头到末了祷告。他不像一个刚信主的，他的祷告带着敬虔、敬畏神，他的祷告带着怜悯，他的祷告带着更新。我看他的祷告带着谦卑，这就是神所赐福的。所以你看，一次机会，所以我们透过启发是给人一次机会来听见福音。至于他听了之后，他信不信，接下来如何交给神。可是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入口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福音的入口。你愿意吗？牧师，请问你，你愿意成为那个你的朋友、亲朋好友的福音管道的第一个入口？你愿意吗？阿们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永光教一直都跑在传福音的道路上面，因为教会如果没有传福音，就不叫教会。唯有传福音的教会，才有继续延续下去的必要。若没有教会，就是这么的富丽堂皇，这样就好了？不是的，我们看到神要在这里让所有的位置坐满，坐到外面，每一个人都领受这天国的福音，他的永生是在我们的心中产生盼望的。阿们吗？所以当这个人他来到启发，他一听，让他看到这个影片这样的一个播放，透过每一个不同的种族，然后呢不同的年龄层，他分享他对这个大自然的一个领受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请问你们，你觉得大自然看到的树木、山啦，然后河流啦、海水啦、鸟儿，所有的这一切，你觉得这一切是告诉你就是上帝的彰显？你觉得是的，大自然就是上帝的彰显，你觉得是的，请你大声说阿们。再一次，是，你知道吗？你自己本身，你就是神的彰显，因为你是在妈妈的肚子里面，你是从无到有，对不对？你就是那从无到有的神迹，你知道，你就是神迹。你跟旁边，你跟他说，你的存在就是神迹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亲朋好友，他们还没有信主的，不是因为他们拒绝，是因为他们没有听到正确的版本，是因为他们没有听见。所以我们在街头布道的时候，好多人，我们跟他说，你听过耶稣吗？他说，什么耶稣是什么是耶稣？太多人没有听过。我坐计程车，然后呢，我问计程车司机，你听过耶稣吗？他说，我没有听过耶稣，但我知道基督教。可是基督教在干什么？跟佛教一样吧。太多人没有听过耶稣，所以他们不认识耶稣，以至于他们没有这个信，没有这个信心，没有这个信仰。亲爱的家人们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。所以第二个牧师要讲，神透过人成为传福音的管道。请问神为什么要透过人？神为什么要透过人来传福音？因为神创造人，因为人是神最荣耀的器皿，不是狗狗，不是你家的波斯猫，不是，是人。因为我们人拥有神的形象，所以呢，神他喜爱他的儿女们跟他分享荣耀，所以我们只能够成为传福音的管道，是因为我们拥有神的形象，并且这是在神的差遣系统里面，神差遣谁，那个人被呼召、被拣选的那个人就是尊贵的，他是蒙福的。圣经里面有说，呼召的人多啊，愿意接受呼召的人多，但是验中的人少。什么意思呢？大家我举手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，好像我愿意接受呼召，到最后他真正走上献身，他走上服侍道路的人，一说要服侍，他说我没有时间，我工作忙，我还有老母亲要照顾，许许多多的问题，然后许许多多他的困难就出现了。所以呼召的人多，验中的人少。然后牧师宣告，在我们永光教会，我们都是验中的人。阿们，阿们。所以神要把那
传福音的那属天的福分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所以呢，圣经里面他说，你要上到天上去，要下到阴间去做什么？去找耶稣吗？在民间宗教、佛教、道教里边，其他的宗教，他们是要去努力追寻的，去那个九华山。九华山去到那边要做什么？要不要跪？要跪要拜耶。是，然而圣经里面他说，你们不用追到天上去，也不用下到阴间去，然后呢，爬到阴间去，然后去找耶稣，说耶稣啊，你来救我！耶稣啊，你来医治我！不用，只要我们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。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。来，我们来讲一下，来，口里承认所代表的就是你的外在，你的外在。所以一个人信主，不只是你的外在，嘴巴承认出来，这是一个外在；心里呢，心里相信。你要搭配你心里面那个内在的相信。所以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从外在到内里都成为耶稣的器皿。所以你看，你的生命就会被转化改变。所以神透过这一次，让我们能够在启发里边来帮助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，他们可以透过启发来思考他们的生命跟大自然的意义。现在你们仰头看一下，我们教会现在打了好多洞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们看到一下这个洞里面是什么东西？啊？洞里面，请问里面是很整齐还是非常乱？非常乱。弟兄姐妹，你现在看到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现在看到没有洞的地方，哇，这个没有洞的看起来都装潢得很漂亮，很美。是我们每一个人被看到的外表好像都是很好的，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是真正探索到你的内心的时候，哇，原来他有这么多的困难，有这么多的压力跟苦楚，可是我们从表面上都看不出来耶，我们都看不出来。是，所以神他要透过启发，让我们用一个听见，先听见，然后再来看见我们里面那个污秽的地方，那个杂乱无章之处。所以你看到，就因为被打开，所以我们才看到里面，哇，里面有好多管子，好多管子。然后呢，它呢里面呢有一些藏了很多的电线，然后也非常的杂乱。我们一般来礼拜的时候，我们看到都只是美丽，然后装潢好的外表。这就像人一样，我们心里面有许许多多他的未知跟不知跟无知，然而他没有方法去得到解决。可是我们的生命因为找到耶稣，耶稣就是你心里面所有难处的答案，阿们吗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打洞，当他把它打开之后，这个就是启发。启发，当他来到启发的时候，他看到这一些的影片，能够启发他去思考，我的生命什么是最快乐的？如果我还剩下24小时，那我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？你希望你最后的1个小时，你希望这个时间你在做什么？弟兄姐妹，这就是透过启发，让我们回归校正。回归到哪里？回归到神创造我们内里的恩典当中。所以启发，我们把福音给他，就是要让他进入到恩典的道路里边。你知道，当我们去看一些的剧院，或者是去娱乐的地方啊，我们要排队去玩这个设施。如果有一个人好，然后特别他里面的管理员看到你，然后呢，就跟你说，哎呀，来，这边有一个更快的位置啊，来，你过来这里好了。很多人都在排队，可是呢，你呢特别被那个接待人员把你呢带到前面，然后你是最快可以玩那个设施的人。请问你的心里面是怎么样的感受？哇，我非常的 lucky 耶，是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在我们的生命里边，神
透过启发，让每一个你的家人，他能够从一个不认识神、不知道自己生命的，他要进入到 VIP， 他可以看到他生命的破处，他生命的破洞。所以这个当他一打洞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里面他的杂乱无章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要修理，我们就有门路，要知道从哪里开始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启发幸福小组就是这样，把这个洞打开，然后看到它里面的问题，让他去想到这个大自然，他跟神的关系，他未来他的生命将来要到哪里去，让他深思生命真正的问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牧师要问你，你是那个拦阻福音被传出去的，还是那一个引人进到这福音的那个管道？我们要当渠道。我们的总务，我们的长老有在这里吗？长老有在这里，长老们，好，同工来，建生，好，你下去 ，OK， 好 ，OK， 好，因为最近的那个警报器都会乱叫哈，好，所以神他让我们要成为福音的渠道，不要成为那个水坝。哈哈，你在你的家里面有没有把这福音传出去了？呀，这是一个幸福小组，是一个启发的一个很棒的机会，让你的家人他们都因着你，他有机会来听见这福音，然后呢，他就信了之后，他心里面就感动，整个家完全的改变，这个社会也改变。所以信心一定要先透过听见，然后他产生信心来认识神。第二个呢，神要拣选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传福音的管道，我们要成为畅通的渠道，不要成为拦阻的水坝。阿们吗？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！亲爱的天父，满心向你献上感谢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工地上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看见你真是恩待我们永光教会，也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个时期，我们共同经历神透过我们这样环境，我们这样的一个操练，我们更领受到在越困难的环境，我们更要依靠神，更要认识神。因为当我们认识神，越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就越加的坚固。即便遇到难处，遇到困难的环境，主，我们仍然屹立不摇，因为神你的话语已经进入到我们里面。主啊，是的，信道要从听道来，并且听道乃是神耶稣基督你的话语。主啊，你基督的话语现在要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当中，你的灵进来对我们说话。有时候我们的环境也像在这个现场一样，那种的闷热，我们的心情打不开，因为我们有一些的话不能够对家人说，我们就闷在里面，因此我们成为一个不快乐的人，甚至有人厌烦我们。主啊，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闷热带到你的里面，因为圣灵进来，我们里面就产生了那个水流，那个水流进来，我们自然就凉透了。谢谢主，你启发我们，叫我们能够认识这大自然的神是如此的充满恩典，充满兴盛，充满你的话语。谢谢主，哈利路亚！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唱这一首诗歌，我们一同起立来。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，我要高举宣扬耶稣生命，是
人的心灵都要聆听，在他同在里充满了平安，宣扬耶稣。我要高举宣扬耶稣生命，黑暗枷锁就开始崩塌，宣告有盼望自由的生命，宣扬耶稣。我们高举双手来唱。你名是全能，你名是医治，你是生命，阴雷都打破，黑暗都照亮，烈火燃起。我们大声来宣告，来唱。我要高举宣扬耶稣生命，胜过一切恐惧和忧虑，唤醒每个心伤的灵魂，宣扬耶稣。你名是全能，你名是医治，你是生命，阴雷都打破，黑暗都照亮，烈火燃起。你名是全能，你名是全能，你名是医治，你是生命，阴雷都打破，黑暗都照亮，烈火燃起。我们宣告在这里，营垒都打破。 Amen。所有你里面阻碍你进到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一些的营垒高墙，都要击倒。阿门。 Amen。我们宣告耶稣他的医治就在这里。阿门。阿门。弟兄姐妹们，牧师要来为我们的疾病来祷告。现在，请你按着信心，将你的手放在那疼痛的地方。哈利路亚！将你的手放在那疼痛的地方，牧师要带着你来宣告。哈利路亚！如果你的身体都算是健康的，你要感谢神。你把你的双手举起来，感谢主，让我的身体都是蒙健康的。弟兄姐妹，跟着牧师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要大大的谢谢你，我要大大的谢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命定我要得健康。因为你已经命令我要得健康。主，这是你的命令，主，这是你的命令，让我身体所有的疾病都离开，让我身体所有的疾病都离开，凡有癌症的都离开，凡有癌症的都离开，有任何器官问题的都离开。有任何器官问题的都离开。主，我靠你的名宣告，主，我靠你的名宣告，你就是我的力量，就是我的医治。你就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医治。除你以外，我别无依靠。除你以外，我别无依靠。我深信，我深信，我深信，我深信。这个时候你就医治我了，这个时候你就医治我了，我得医治了。我得医治了。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。阿门。哈利路亚。在高声宣扬耶稣，街道上宣扬，耶稣照亮黑暗，战胜一切的仇敌。我们举起我们的手，为我们的家庭宣告：主耶稣要住在我们的家。耶稣，在高声
的告诉我们每一个人，你一定要充满信心，并且是确认跟宣告。只要你呼求耶稣这2个字，一切的黑暗权势都要离开，并且魔鬼撒旦他怕耶稣基督的名字，所以你一定要呼求耶稣进入到我的家，耶稣进入到我的身体当中，进入到我的灵里，阿们吗？耶稣进入到我的关系当中，阿们。我所有的关系都要跟耶稣合一，阿们。我们再一次高举我们的耶稣，把我们的掌声归给我们的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是的，唯有耶稣。下个礼拜周牧师他说他要来讲道，要来见证他这几周来他的经历，真是神迹在他的当中，好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请，哎呦，牧师来了，好，我们拍掌欢迎。弟兄姐妹，跟旁边人跟他说，请坐。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，也是的行为，让我们以感恩的心、敬虔的态度来奉献。开始奉献。今日到主世人桌前，谦卑领受生命活泉，生命触摸重新的力，报答主恩真心所愿，甘心乐意，全心全意，一切所有都属你，恩上加恩，地上加力，分别为圣归于你。会众请起立。日到主世人桌前，谦卑领受生命活泉，生命触摸重新的力，报答主恩真心所愿，甘心乐意，全心全意，一切所有都属你心，恩上加恩，地上加力，分别为圣归于你，恩上加恩，地上加力，分别为圣归于你。会众请坐。事工分享，请杨郎陈道来主持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再次跟你旁边人说，你今天的敬拜非常的赞。那这时候一起让我们来看这一段影片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年度我们青少年领袖营哇撼动星球的预告片。在去年，我们总共有7间教会一起参与在这个营队里面。那我们有工作坊的课程，有跳舞的，有玩乐高的，很多很有趣、很丰富
的一些课程在这当中。那在今年，我们期盼这些的教会也能够持续的参与在其中，让我们透过一些的活动，一些非常棒的信息，能够来改变这一群年轻人的生命。阿们吗？那在暑假的活动不可少的就是水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会有很多喷水的游戏，让大家在炎热的天气里面，可以透过泼水的游戏来让大家清爽起来。那我们晚上也都有晚会，那每一个晚会的信息都非常的棒，而且我们还有圣灵之夜，也就是有许热同工会为着这一群的年轻人来发预言。那我们今年的撼动星球是在8月20号到8月22号，所以邀请只要你是青少年，你是国中到大专生都可以一起来报名。那我们的早鸟价3000元，在5月17前要完成缴费，所以如果你身边或者是你的邻居有这些年轻人，可以邀请他一起来参加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今天的导读经文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提摩太前书6章10节。再一次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提摩太前书6章10节。感谢主来提醒我们。好，4月25号，新北市城市祈祷参会在4月20号的上午10点。那我们认领了20个位置，那我们自费的部分是500元。那所以邀请我们所有的永光的家人们可以一起来参与在这当中。那我们市长也可能会到我们的现场，那我们就有一些的祷告的时间，能够来祝福整个城市。所以我欢迎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报名参加。好，再来是我们这一周是启发幸福的第1周，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影片。I'm about to have a good day, no matter what they say. Sun is shining down on me. I'm about to have a good day in every single way. The God who made the universe knows me by my name. 是在我们4楼的办公区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祝福墙。那这个墙上呢，每一张纸条都是在为着我们的 best 或者是我们的同工来祝福的祷告。那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幸福小组的组员们、弟兄姐妹们，可以一起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行动，写上祝福，来祝福在每一个 best 的身上。我们的启发幸福就是透过启发课程的这个影片，那在这影片里面有很多的问题，让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。那也透过影片里面的信息，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些的 Q&A， 然后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跟圣经、跟上帝的话语来连结。那青少年的启发幸福这次是做团体的启发。那我们每一个年轻人也很难得的讲了非常多的话，所以感谢主，透过这个影片，让年轻人也能够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。好，那我们掌声谢谢我们的影片。所以我们再次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跟他说，这礼拜幸福启发要看到你。好，接下来是永和国中考生祷告会正在招募我们的志工。那在5月8号的礼拜5下午2点到3点，那我们邀请兄姐可以跟着我们的团队一起进入到校园，一起来见证、祝福这一些的考生，然后并且来服侍他们。那如果有这样的感动要来参与事工的，我们可以来向我们会宴干事来报名。在我们中央空调的修缮专款，现在目前已经到3379874元。那我们持续的为着我们空调的整个工程来祷告，求上帝帮助我们。如果可以提早完成，我们就有冷气吹，阿们吗？阿们。所以我们也持续为着这个空调来奉献。
好，再来，我们2025年度的奉献证明已经在外面的个人的奉献柜。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，可以来询问我们的干事。好，再来交接消息，我们有兴趣想要参与在妇女事工部的这个活动，我们可以洽我们玉喜区长来报名。原委牧区跟着胖胖到基隆吹吹风。好，这是在本周六早上10点。那我们有报名参加的人来注意这个时间。还可以报名，我们还有名额，所以还可以报名。好，再来是青少年牧区的考生祷告会，在下礼拜天的下午1点半。那欢迎所有的统测跟会考的考生，以及各位家长，还有这些考生们的兄弟姐妹，都可以一起来参加在这个考生祷告会当中。那如果有考生想要报名的，我们就向小组长来登记。好，健康代祷，我们也持续为着周牧师术后的恢复来祷告，那也为着我们的明珠姐的身体来祷告。我们相信上帝要大大医治他们，阿们吗？阿们。在故由圣义弟兄蒙主恩召，定在4月15号礼拜3上午8点。的告别礼拜，那诗班当天呢7点半来练习卫诗。那服装的这个规定，我们自己来看，注意这个时间。好，我们要欢迎我们的新朋友。好，我们黄三立弟兄在我们当中吗？呀，我们在这边，我们非常的欢迎，欢迎我们的三立哥。那名字很好记哦，三立，住在永和，然后已经这是一个好名字啊，很棒。三立祝福你的生命，感谢主。阿们。好，再来我们欢迎我们的美惠姐妹，美惠姐。哇，也是基督徒。好，我们再次掌声欢迎，我们依次的欢迎。好，再来是我们的依君姐妹在哪里？这边啊，很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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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看见她非常笑容，非常有荣光。阿们，阿们。那也愿上帝祝福你。好，那再来就是我们。好，潘牧师来，牧师来补充一下。今天你们觉得很热吗？有没有电扇？旁边，你的边上有电扇的举手一下。你的边上有哦。好，没有的举手，没有的。OK， 好像，所以我们还少了几台电扇，我们要募集20台啦哈，20台是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还需要。那牧师呢，请我们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家里面是吹冷气。然后电扇呢可能就比较少用，然后那个电扇呢又还蛮新的，然后呢也干净的，好，那声音也不会太大的。然后你把它带来，然后先跟我们的慧华干事来登记，好，然后让我们能够来安排。所以我们还需要电风扇，然后让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有凉风这样吹来，我们大家也觉得舒服多了。好，所以要记得哦，你如果要先跟我们的慧华干事来跟他讲，然后你的电风扇要贴上你的名字，好，贴上你的名字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期待下个礼拜就有很多电扇出来，这样好不好？好。另外呢，我们在启发里边呢，启发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，就是一起吃饭，一起吃东西，在一个非常轻松的气氛里边去领受到大家那种热情，还有那样的爱，所以这是我们启发被推动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。后面呢就是分享，然后让自己去讲，不是小组长讲，是自己去发想，这个就是一个启发。好，那接下来交给。好，这个时刻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起立，我们要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彼此祝福。那我们也请我们的新朋友可以跟着我们的招待同工，我们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们。有这好心情，平安喜乐在心里，让我们来祝福你。每一天有盼望，有能力，耶稣爱你，爱你，让爱围绕你，喜乐充满你，烦恼都忘记。我们向左向右彼此来祝福。爱你，爱你，让爱围绕你，喜乐充满你，烦恼都忘记。
们周牧师，他来到我们当中，当然要请他来为我们祝福的祷告哈。哈利路亚！我们跟牧师比一个大大的爱，跟牧师比一个大大的爱。感谢主哈，一路走来，真的是因为弟兄姐妹的祷告，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在我的身上。我也相信，我是上帝所爱的儿子，所以他必定引导我，一切都能够顺利平安。所以真的，下个礼拜牧师就可以讲道了，你相信吗？我要把这个过程化为一个最美的见证，然后献给上帝。OK， 好，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。愿上帝大能的膀臂扶持你们，让我们在这里经历工地的礼拜的时候，更看见神你的爱已经显明在我们当中。让我们彼此相爱，彼此扶持，在信里面，让我们经历了神你的神迹奇事。愿你的恩惠慈爱，你的医治都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，在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，每天都有丰盛恩典的果实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大家平安，平安。我们下礼拜天见，大家请坐。